舞台顶的替代亚男当咧热情的跳着舞蹈，会使看到台下的小朋友甲子甲妈妈也拢欢喜咧跳舞。这个活动其实是由安南区公所所举办的寒假课后照顾，由着区内的替代亚男主动前往社区关怀当咧放寒假的学童。会中除了规划丰富的活动甲小朋友互动，安南区公所也准备了防灾的9宫格拼图，互小朋友耍。透过游戏来互因了解到各种的防灾知识。安南区区长叶志明也强调，期待透过安尼活动，互替代亚人会使更加亲近安南区，未来有能力的时阵会再来回馈乡亲。非常感谢我们安南区一些有7位替代役来利用这个寒假期间来特别照顾我们这些寒假的小朋友哈，来担任一些客服的工作，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在这边安心的写完寒假作业，让我们的父母能够安心的去工作。那另外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些替代役，还有这些志工妈妈的平时的一个付出哈。那我们这些小朋友参与的小朋友都能够很快乐的在这边完成他们的寒假作业，也能够在快乐中做学习。那另外特别的一个提到的就是我们这替代役朋友未来能够在有工作之余，能够回馈有自己的能力，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来照顾我们的下一代。未来能够在安南区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地的就业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市长夫人刘玉珍也到现场甲小朋友互动，透过有奖征答的方式来送出小礼物，并发送安南区公所准备的文宣品。同时也向小朋友宣传六甲区的观光景点落雨松，让小朋友有出去佚佗的好选择。爸爸妈妈陪着你骑着借脚踏车，不用钱。唔免钱哦，爱钱的，刘老师市长太太是不会叫你花大钱，唔免钱的，去甲借，恁兜后三个，你就借3台，一起骑着脚踏车逛逛六甲区这边的老屋，或者是落雨松或小吃好吃的地方。这届活动由着替代亚男指导学生功课，也规划在地课程。让学生伫寒假的时阵留下快乐美好的回忆。但新闻国无以采访不得。